要俺想做生意去，他把我姊妹叫来。阿妹，阿妹呀！哎，妈妈想去喊你嘞，阿哥叫俺妹做生意去。啊，我都要偷么子去了。小哥叫阿哥偷么子，阿哥做生意。阿哥，侬本来就是偷么子的。阿哥个偷么子嘞，远路偷个，近路没偷着个喏。我小哥偷么子喏。啥哥哥嘛？别人问嘞，小妹，阿哥做干么？我帮阿哥做生意哦，做干么生意？把头西生意都做。晓得嘞。晓得吧？晓得。妈妈想，我阿妹头里打嘞，人里接嘞，都是我头上想偷哩。穿子自家都想好，那个套衣裳，阿哥，一个大娘穿了这双衣裳，人说好我条口不偷哩，她穿的都想好。阿哥，哎，这样子了，所以嘞，我日子侬跟我干嘛个多偷两套嘞？后来往偷走比哦，是的。干么子都不用买，专门偷的。啊？是那个学